介紹嘅單位係位於史萊屈斯 A3 座嘅地下連花園特色單位，佢嘅實用面積係400尺，連一個330尺嘅花園。我哋一打開大門會見到一組由發展商附送嘅鞋櫃，而右手邊就係呈一字形嘅開放式廚房，之後就係客飯廳嘅位置。之後先帶大家參觀一下外面嘅花園，設有星盤。雖然位於低層，但景觀同埋採光度都非常足夠，而花園嘅圍牆亦都確保咗一定嘅私隱度。花園亦都設有自己嘅出入口。經過花園嘅出入口，一行出去就會係自己屋苑入面嘅園林。我哋再行返入去單位裏面參觀一下睡房同埋浴室。呢一間睡房預留咗一個擺放衣櫃嘅位置，景觀亦都係好開揚。一字形嘅開放式廚房，採用電磁爐煮食。雪櫃嘅旁邊亦都做咗一組展示櫃，可以增加室內嘅收納空間。浴室採用企缸嘅設計。最後嚟到主人房，單位嘅冷氣機頭就放咗喺呢一隻窗嘅外面，日後需要維修都非常方便。如果大家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歡迎聯絡我 Leo，多謝收睇。